自黑黑人是言之大罪，自好好人是行之大罪。请想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困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将赢着快乐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困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老彩云，你安怎嘛想袂到，你的查某囝会是我的新妇？这是啥物款的命运？你死啊，你就毋免阁承担世间的痛苦。啊，我呢？我阁爱替你照顾你的查某囝。老彩云。闭关腹肚内底的囡仔，嘛是你的孙。你是安怎不爱好好啊，甲伊保庇？你叫我以后是要安怎对待你的查某囝？阿母，美观的手术真顺利，伊明仔载就当出院啊。囡仔无去啊，对无？阿母，我求你啦，你莫怪美观啊，嘛莫怪阿爸，这完全是一个意外。阮无一人知影讲美观伊已经有心啦。阿母，我知影你家己一个人伫咧厝一定足着急的，所以我甲转来甲你讲这个消息。你莫阁艰苦啊嘿！阿母。我阁赶转去病院照顾美观。
查某，若生袂出囝，啥物地位、红衫，拢无，啥物拢无。当初是若毋是老彩分害我老体，我甲建章。也要变甲今仔日这款，这条毋是我的囝，这个嘛毋是我的囝，我在等家根本就无亲人。建章甲我当作是一个小查某。敢甲我当作是一个歹大家，根本都无想要生一个孙互我抱。我无囝，我嘛无孙。老彩云，我一世人的幸福，都毁伫你的手头啊！报应啦！一切拢是报应，也是我的囝，天公伯都要报应你。你的查某囝，把倒来的囡仔嘛保袂掉，拢是报应，拢是报应。这个等下你去办好未？我拢已经办好势啊，那会当来等啊。哦，行行。来，行，来等。哎，恁两个哪拢袂叮当啦？心肝转去心。姨妈，我若是转去是帮他甲我母交代啦。哎呦，你放心啦，那囡仔老体吼，这都已经老体，已经是事实啦嘛，敢有法度通改变？我相信讲吼，淑珍毋是一个遐尼无讲情理的人啦。我会好好甲考劝，小等转去吼，凡说伫咧风火头，伊会念几句啊。啊，大家较忍耐咧，过条心都无代志啊啦。啊？嘿啦，美娟啊，代志发生都发生啊，厝总嘛是爱转去，对。对啊。等有恁姨妈、参阿伯参恁做伙转去，我相信哦，淑珍袂先歹面小看啦，吼。是啦，美娟，你放心啦。这件代志本来就是我的唔对啊，我若莫欺骗阿母，嘛袂母甲像今仔日安尼。好啊好啊，咱物件摕来转哦。啊。嘿啦，行啦行啦，知道。甲美娟擦。甲扶者。来，这我推。行，来转。行啦。代志你有讲要请假，请到当时无？伊是讲要请到今仔日啦。听讲因母也出院，伊就会倒来上班啊。因某当时出院，改像是今仔日咯。今仔日。代秘书，麻烦你甲我准备一份礼物。总经理，你要看伊啊？是，我随来传。苦小天，咱总算会见面啦。淑珍啊，美娟已经出院转来啊啦。淑珍，哎呦，你嘛看较开咧，代志都既然发生啊，你搁较那烦恼，搁较那埋怨嘛无路用。
即阵上重要的吼，就是安尼美娟的身体更加调养的好势。啊，菲力、志忠甲美娟两个拢还阁少年，啊，生囡仔后摆机会还阁真多伫的啦，吼。小丁啊，嘿啦，小丁啊，啊当，囡仔着吼，伊家己毋缀咱担家，都无法度，啊代志着发生啊，你莫阁艰苦啦，吼。志忠，我看哦，啊美娟身体阿姨哦，赶紧甲插入内底休困，啊，紧。好啦。啊，身体当初你。先入内底休困。李娟，阿母，李娟，美娟，拢是我唔好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无甲囡仔保定，阿母，请你原谅我。李娟，你紧起来啦！这件代志甲你无关系，做唔到代志的人是我。我唔但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阿母，我更加对不起咱的囡仔。哎呦，好啊啦，恁两个啊，即阵讲这是要创啥啦？紧起来，阿母，请你原谅我。淑珍，恁就是讲我是一个无讲情理的人，你嘛就是讲我会因为这件代志足生气的，会来责备美娟。阿姨，阿福啦，其实吼，我一直甲美娟当作是家己的查某囝同款。即摆发生这款的代志，我哪会忍心搁来责备伊啦？志忠，你紧带美娟入去房间。灶骹吼，我订一寡补药啊，你传来美娟啉。阿母，这志忠啊，美娟，紧甲阿母说多谢，紧嘞。多谢阿母。多谢阿母。紧起来，紧互你内底休困吼。阿姨，阿福啊，真歹势吼！即阵啊，为着美娟的代志，互恁足无用的。袂啦，美娟嘛真好命啦，有遐尼侪人哦伫咧关心伊。我想着迄当阵哦，我落体的时阵，就无遮尔啊好命哦。无啦，小丁啊，事当时哦，啊头家嘛，啊建昌我嘛足毋甘的，足艰苦的，啊都敢有？我建昌啊，假使我若无记毋着吼，你两个兄弟啊，较关心迄个查某囡仔，对无？第一名戏出大下出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你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下出，赞！呀哩哟，呀哩哟，有一去着呀哩哟，俗风赢着才苦了苦。假使我若无记毋着吼，你两个兄弟啊，较关心迄个查某囡仔，对无？我遮落体无偌久，阿母就叫建昌搬去彩云的房间，对无？美娟哦，甲我比起来是足好命的啦。伊的翁婿吼，逐工拢陪伫伊的身躯边，啊我咧，迄当阵哦，我做人的某，无得人疼啦。啊，即马做人的大家啊吼，就爱好好啊照顾新妇啦。若无吼，会顾人怨哦。阿姨啊，恁小坐一下啦，我来泡茶。免啦，唔免麻烦啦。阿福啊，伫病院几偌工吼，身体嘛惊看袂起，需要休困。啊无，我先转来去啦，吼。嘿啦，阮过来搭到公交车。阿福啊，行，咱来转。好啦，阮先来转啦，吼。小丁。请问陈志忠是毋是住伫遮？啊，是啊，陈志忠住伫遮无毋对啦。啊，你是？我是公司的总经理，叫黄爱珍。总经理哦，啊，那案件有啥物贵事，我会那背啦。你好，我秘书甲我讲，志忠的家后落体，所以我过来甲伊看卖者。哦，嘿啦，啊，
那遐功夫啊，互你安尼半工安走一逝，无我即摆甲叫啦，吼，我即摆甲阿叫。伯，唔免啦，激动云某吼，即摆身体一定做虚的，我家己礼拜看就好啊。好，无我带你入来，好来，位只，吼。阿伯，歹势，唔知这三位是？歹势，啊，煞袂去甲你介绍，这就是阮阿母啦，就志忠的姨妈。你好，你好，阿姨哦，是志忠阿爸啦。你好，阿姨是志忠的阿母啦。你好，你好，你一定是区淑珍女士对不对？我就是，咱有通过电话，你敢会记得？我会记得。我看你即摆安尼，就知影你以前一定足水的。总经理，多谢啦。阿伯，啊，请问激动的房间伫倒？啊，伫咧后尾啦，我带你啦，来，跟我行。哎，明明。志忠啊，阿伯，恁总经理来看咱美观呢。总经理，总经理，总经理，你哪会来？总经理，你人爬开，倒去困就好了。你莫喊我客气啊，身体有较好无？有啦，多谢你。啊是啊，总经理，真多谢你哦。下你安尼搁专工走一逝，我拢唔知爱安怎甲你说多谢呢。多谢你，总经理。陈志忠，你莫甲我客气啊啦！你是公司的员工，佫是我的特别助理，我来关心一下嘛是应该啊。多谢你，总经理，多谢。阮某吼都已经出院啊，我明仔就当去上班啊啦。陈太太，你足幸福的呢。志忠伫公司吼做认真拍拼，佮定来半时间打电话给你，我足欣赏的哦。多谢。安尼吼，莫甲伊叫了，已经休困。来，来到这若无请总经理啉一下茶，来客厅，我来泡茶。是，总经理，你休困吼，美观啦。来听的啦吼。总经理，请，美观你休困吼。总经理，这边。总经理，这边啊，我甲请阮阿伯泡茶，伊泡茶做有名的呢。总经理啊，请坐啦，请啉茶。哎呦，阿母，你茶泡好？是啊。我想讲要泡茶，请总经理来讲。这大厦厝足快的呢。总经理，你都唔知道，这大厦厝拄起好的时阵哦，是偌大间偌有气派的呢。是我经过才侪年啊啦，有较旧啊啦。愈旧的物件愈有价值，嘛愈有感情，敢毋是？哎呦，总经理就是总经理，足够讲话的啦。毋是我甲你讲话啦，是我看大家吼拢在做伙，做家庭温暖，好做欣赏的。总经理，后摆你若有闲吼，会用来较接来的啦。欢迎吼。会啦，我会常常来。真欢迎。志忠啊，你有一款总经理甲你照顾吼，是你的福气呢。后摆吼，就要较认真、较拍拼，你知影无？我会。总经理，多谢你对志忠哦遐尔啊照顾啦。互你留落来食饭，我随来传啦。哈。啊，免麻烦啊，我公司阁有代志，停工啊，我用专工来看你。嘛好啦，有闲吼，就来厝里佚佗吼。志忠啊，你送恁总经理。好。免啦，志忠，你去照顾美观，恁总经理我来送就好，我从你姨妈顺续要转去你咧，吼。嘿啦，志忠，去照顾恁某。嘿啦，志忠，你听总经理的话，你去照顾美观，吼，总经理互我送就好。总经理，好啦，好，请。总经理。无阮来走啊吼。顺行吼。顺行吼，总经理顺行。阿伯姨妈顺行呢。阿母，我的朋友也比观啉吼。第一名戏出大厦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你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厦厝，赞！呀哩哟，呀哩哟，有一起着呀哩哟，幸福赢着才可了。
苦。阿嬷，阿爸，恁回来啊？嘿，啊，你关过来出院啊？啊，就等下出院哦，身体较虚啦，即马等于大下厝休困啊啦。啊，去添一杯仔茶汤互恁阿嬷啉，吼。好。阿母啊，阮愈想愈烦恼呢。你甲想哦，啊，今仔淑珍对志忠甲美娟讲话迄款态度，就我捌伊，到即马我都伊都毋是款个性，你咧讲这话，我愈想愈烦恼，烦恼。那你嘛莫安尼乌白想。那淑珍食遐济岁啊，敢讲认真世事伊会毋捌？哎呦，阿母啊，这都毋是人情世事捌毋捌的问题，这上要紧的，就是讲吼，美娟这件代志吼，对淑珍的刺激才有大啊！啊你，美娟从志忠入去的时阵，你无听到淑珍讲话咧，甲阮口说，啊伊提起到以前伊老体的代志，这严重呢，这我嘛毋知要安怎甲应，吼，迄阵我偌艰苦咧。我拄则想要问你咧，啊，淑珍当初是安怎老体？啊，就算毋知影美娟的老母彩云啦。啊，就去甲淑珍弄着啦，啊，淑珍去弄着倒脚，全倒落啦，啊，毋则全落体。哎呦，那会才拄好。美娟的老母害淑珍落体，啊，即摆美娟是淑珍的新妇。嘿，敢讲淑珍吼，伊会将对于美娟因老母的怨恨转移对美娟的身上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。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啊，人生的舞台，啊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爱不爱这款？出怎精彩啊！有缘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家己写出来。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